前總統侯賽因兩個仔烏代同富賽嘅屍體照片之後，再帶記者去巴格達國際機場嘅臨時停屍間睇兩個人嘅屍體。兩人嘅面貌曾經被修補，每具屍體都有20幾處彈窿，仲有割傷同燒傷嘅痕跡，但冇跡象顯示兩人係自殺。有巴格達人睇過照片之後，認為係電腦製造出嚟嘅效果。有人就要求美軍將烏代同富賽嘅屍體掛喺巴格達廣場示眾。目前屍體正等候親友嚟認領，但伊斯蘭傳統要求盡快埋葬死者。另外，駐伊拉克嘅美軍繼續追捕侯賽因。喺巴格達以西60公里嘅費盧傑，美軍懷疑侯賽因同其他前伊拉克高層匿埋喺一間屋，於是展開搜捕，但係並冇發現。佢哋又根據線報突擊搜查侯賽因嘅家鄉提克里特，拘捕多名前總統保鏢。有伊拉克人話，侯賽因殺死佢嘅屋企人，如果佢見到侯賽因，就會親手殺死佢。另一方面，美軍繼續受到襲擊。巴格達外圍一架美軍巡邏車受到手榴彈攻擊，但係冇被擊中，冇人受傷。亞洲電視記者陳小燕報道。日本國會參議院因政權已經再冇翻身機會。而英國首相貝理雅就話係伊拉克新時代嘅一個偉大日子。亞洲電視記者孫兆勤報道。被美軍擊斃嘅烏代同埋富賽，既係伊拉克前總統侯賽因嘅仔，亦都係佢嘅心腹，先後被指定為侯賽因嘅繼任人嘅。由實習記者何偉雄講下。37歲嘅富賽喺美伊開戰之前，擔任伊拉克情報及保安首長，指揮精鋭嘅共和國衛隊，保護侯賽因同埋首都巴格達。據稱佢行事低調謹慎，深得侯賽因信任，被指定為繼任人。侯賽因曾經發布指令，富賽喺緊急情況之下可以代佢行使總統嘅權力，但佢同父親一樣殘暴，被伊拉克人形容好似蛇一樣。至於39歲嘅烏代係侯賽因嘅大仔，負責控制伊拉克嘅傳媒，指揮過侯賽因嘅敢死隊，又係國會成員，曾經一度係侯賽因嘅接班人，但係為人高調、荒淫同埋兇殘，曾經殺死侯賽因一名保鏢。佢身為伊拉克奧委會主席，經常虐待表現差嘅運動員。烏代喺96年被人企圖暗殺之後變成殘廢，而侯賽因亦改選富賽為繼任人。亞洲電視記者何偉雄報道。陣間翻嚟，我哋會繼續報導。教統局考慮用優質教育